大家好，呢條影片嘅10日旅程會帶大家由大阪出發，主要利用 JR 北陸地區鐵路周遊券同埋公共交通工具，探索京都、福井、金澤，再去白川鄉、高山等地，終點係名古屋。希望能夠幫助大家規劃行程。晚上抵達關西國際機場，先乘搭南海電鐵去全佐野站嘅酒店休息。第一晚安排喺比較近機場嘅酒店，亦都可以慳一啲交通費。聽日先至正式開始行程，並且係用 JR Pass。多數我都會住喺 REV Kansai Airport by Vessel Hotels， 佢係喺全佐野站旁邊，係一般嘅商務酒店，近機場、近車站，整潔乾淨。旅程正式開始第一日，首先返到機場食個麥當勞早餐，並且喺機場嘅 JR 自助機度換領一日嘅關西地區鐵路周遊券，同埋稍後會用嘅4天北陸地區鐵路周遊券。乘搭 JR 由關西空港去到京都，全程需要1.5個鐘，可以用關西地區鐵路周遊券乘搭嘅。第一個景點係京都伏見十石舟遊船，每日約係有6節嘅乘船時間，大約係朝頭早10點至到下晝4點，可以預先上官網預約。要注意收到嘅第一個回覆電郵，只係代表佢收到你嘅預約，唔代表你已經預約成功可以搭船。呢一次我都未能夠成功預約，就只好直接當日去排隊。搭喺 JR 京都站往 JR 東福寺，然後再轉乘京阪鐵路去中樞島站，再步行大約15分鐘去到乘船口。注意拎住關西地區鐵路周遊券，除咗可以搭 JR 兌換周遊券嘅時候，亦都兌換到一張包含京阪鐵路嘅兌換券嘅，可以用嗰張兌換券喺京阪東福寺站兌換1日券嚟到免費乘搭去到中樞島站。好可惜嗰一日呢都有好多人當場排隊，另外櫻花都未開滿，所以最後就冇搭到船，只係喺河邊散步。大約中午時分就返去 JR 京都站，搭乘 JR 去到敦賀站，需要大約1至1個半鐘。呢一程亦都係包含喺關西地區鐵路周遊券裏邊嘅，但係就唔包特急列車嘅。去到敦賀站可以先搭巴士去日本海魚市場，車程15分鐘到，大約係1個鐘頭一班車。市場有超過50家攤位，提供咗新鮮美味嘅海鮮檔同壽司。食午飯之後就可以再返到敦賀站，乘咗巴士去金崎宮。金崎宮係喺1890年建立喺金崎城舊址上邊，供奉住高永親王。據說金崎神社能夠帶嚟婚姻愛情嘅圓滿同埋難題嘅突破等等嘅祝福。拜訪神社後下山走幾步數分鐘就可以嚟到敦賀赤倉庫同埋鐵路資料館，只係小小嘅參觀空間，唔會花好多時間。回程搭返巴士可以喺氣比神宮落車參觀一下。氣比神宮奉有7尊祭神，係北陸道嘅總鎮守。高達約11米嘅大鳥居同奈良縣嘅春日大社、廣島縣嘅嚴島神社嘅鳥居並列為日本3大木造大鳥居。黃昏再搭乘 JR 由敦賀站去返金澤站，因為當晚嘅金澤住宿嘅，可以用返北陸地區鐵路周遊券，車程大約40分鐘。喺金澤站附近嘅拉麵店麵屋大河食晚餐啦，點咗味噌拉麵同埋細碗嘅三文魚子蟹肉飯，非常之好食。
夜晚入住 Hotel Wing International Premium Kanazawa Ekimae， 都係一般嘅商務酒店。旅程第2日朝頭早先由 JR 金澤前往 JR 福井站，可以用北陸地區鐵路周遊券，車程約45分鐘。JR 福井站連接福井鐵路，可以購買恐龍博物館用嘅交通券，包含咗福井鐵路嘅福井至到聖山站，同埋巴士前往平泉寺同埋恐龍博物館。購買交通券之後，先搭福井鐵路由福井站前往聖山站，再轉乘巴士前往朝頭早嘅景點平泉寺，總車程係需要70分鐘。平泉寺內散佈住古老嘅杉樹同埋歷史遺跡，包括御手洗池、若宮神社嘅巨大杉樹、大規模嘅石板路等等，可以花大概1個鐘，係一個可以完全咁感受自然力量嘅地方。散步之後可以坐巴士直接去到恐龍博物館，車程大約20分鐘。恐龍博物館開館時間為朝頭早9點至下午5點，入場票成人一位1000日元。聖山市係日本最著名嘅恐龍化石產地，而呢度亦都係世界頂級嘅恐龍博物館之一。館內場地好大，有好多恐龍嘅骨架、化石標本同埋生動嘅模型。博物館旁邊仲有一個野外嘅恐龍博物館，係需要另外購票同埋預約參加時段嘅，當中就會有挖掘區啦同埋體驗，但我呢一次就冇參加到啦。博物館外都有好大嘅遊樂公園同埋草地，都好適合小朋友嘅。參觀完之後，搭返巴士返去聖山站，再坐福井鐵路返去福井站，再坐 JR 由福井站去到今晚嘅住宿地點蘆原溫泉站。呢一程 JR 都係可以用北陸地區鐵路周遊券嘅，車程約15分鐘。去到 JR 蘆原溫泉站，可以步行或者轉乘巴士前往今晚住嘅溫泉旅館。而我住嘅就係呢一間阿瓦拉安森麥之亞先生嘅溫泉旅館。呢一個地區係出名食蟹嘅，所以晚餐就梗係預定咗全蟹宴。好好享受美食同埋溫泉，然後瞓個靚覺，聽日繼續行程。第3日朝頭早食完早餐之後，喺溫泉旅館附近乘搭京福巴士85號東尋坊線前往月前松島水族館，車程約10分鐘。開放時間係朝頭早9點至下午5點半，成人票價係2000日元。水族館以日本海嘅魚類為中心，展示住350幾種珍貴嘅魚類。其中海豚表演、企鵝散步、海象餵食同埋海豹接觸，呢啲都係好有人氣嘅。水族館直接連接住海邊，仲可以體驗喺海灘上面玩。之後繼續乘搭同一架巴士，京福巴士85號東尋坊線前往東尋坊，車程約15分鐘。落車沿路步行，有唔同嘅手信店同埋食店。步行大約10分鐘就可以睇到自然嘅海岸景觀。如果係喺晴天嘅黃昏前往東尋坊，更可以睇到日落絕景。睇完美景之後，可以搭返巴士，京福巴士返去蘆原溫泉站，乘搭 JR 往金澤站，車程大約40分鐘，亦都可以用北陸地區鐵路周遊券嘅。返到金澤可以利用 JR 巴士前往唔同嘅景點，例如鈴木大拙館、21世紀美術館等。今次我就去咗兼六園，係日本3大名園之一，結合咗宏大、幽深、巧趣、蒼古、水泉同埋觀賞6大美。開放時間係朝頭早7點至夜晚6點，入場費係成人320日元。
另外，金澤城公園亦都係喺一旁，可以順便參觀埋。第4日一早乘搭龍飛巴士前往白昌圈，巴士票就建議提早喺去到金澤嘅時候，就喺側邊嘅 JR 站旁巴士中心度預約定先。白川鄉應該係好多人慕名而嚟嘅景點，特別係要觀賞冬天嘅雪景。白川鄉另外一個特色就係大大小小嘅埋草合掌造屋，有一啲係可以參觀嘅，一啲改建為旅館，一啲亦都改建為商店。沿住大街有唔同嘅手信店同埋食店，仲可以上橋過河，或者係上斜登上小山，再眺望整個白昌圈。離開嘅時候乘搭巴士去高山龍飛巴士中心，車程約1個鐘。喺高山再乘搭龍飛巴士前往今晚嘅住宿平湯溫泉，車程都係大約1個鐘。夜晚入住新裝修嘅飛驒牛溫泉旅館象之宿深山鷹庵。去到第5日喺旅館進食咗早餐之後，就可以前往出發新水高，先乘搭巴士去到新水高纜車口，車程大約40分鐘。新水高空中纜車係日本唯一嘅雙層纜車，乘咗2段嘅纜車，全程大約25分鐘，行駛時間約為朝頭早8點至到下午5點，來回成人票價係3800日元。上到去可以喺雲端上邊俯瞰2156公尺嘅北阿爾卑斯山壯麗全景。可惜天氣唔係咁好，就未能夠睇到咁靚嘅景色啦。如果天氣好，更加可以去到步道度散步。雖然已經係4月，但係山上邊仲有好深嘅積雪，所以記得要帶多件外套先至上山啦。纜車站亦都會有啲商店可以食下嘢同埋買手信。下山嘅纜車口站係可以搭返巴士去到飛驒大鐘乳洞，車程大約1個鐘。到達鐘乳洞口站巴士站，站內係有電話直撥到飛驒大鐘乳洞嘅，員工就會派車去到巴士站接送口呢，就送往呢個洞口嘅售票處。開放時間係朝頭早9點至晏晝4點，成人票價係1100日元。整體標高900公尺嘅係全日本最高嘅觀光鐘乳石洞。鐘乳石洞裏邊全年平均氣溫大約係攝氏12度，係盛夏絕佳嘅避暑景點啦。洞內係比較多梯級嘅，腳力比較差或者體能比較低嘅就要注意啦，要慢慢行。回程同樣都係搭返員工派嘅車去到巴士站，再搭返龍飛巴士返去高山，車程大約半個鐘。旅程第6日嘅朝頭早，可以喺高山步行去到宮村朝市，體驗當地農民市集、新鮮農產同埋街頭小食。之後再漫步古丁並路街，呢度有完整江戶時代建築同埋丁家、商店、清酒酒造、飛驒牛壽司等著名美食聚集，處處都可以感受到飛驒小京都嘅人民氣氛。有一啲體力嘅人就可以步行上小山去到城山公園，再步行返到去高山巴士站，乘搭龍飛巴士遊覽飛驒之里，車程大約15分鐘。呢度係一個觀光民族村，可以近距離欣賞地方建築同埋歷史文物。開放時間係朝頭早8點半至下午5點，成人票價為700日元。村內嘅地方唔係好大，人都唔係好多，可以慢慢參觀拍照。等巴士回程去返高山站嘅時候，都有手信店可以行一行。
喺高山站再轉乘 JR 去到下呂溫泉站，車程大約45分鐘。下呂溫泉當中亦都有一個下呂合掌村，因為到達時間已經晏啦，所以就未能夠入內參觀。下呂溫泉亦都被譽為係日本三名泉之一，觸感柔滑嘅泉質亦都具備有美肌嘅功效，可以入住高級嘅懷石溫泉旅館，享受非糖油料理，徹底放鬆身心。旅程第7日朝頭早喺 JR 下呂溫泉站出發去上英，先搭 JR 去到祈福站，再繼續轉 JR 去大垣站，車程總共90分鐘。喺大垣站可以搭乘預約好嘅水門村遊船，呢一個遊船都係可以先喺網上預約成功就可以搭㗎啦。順流可以欣賞水之都沿岸嘅美景、柳樹、白牆倉庫同埋古樸嘅丁景。呢一次櫻花終於開滿咗啦，春意盎然。遊船之後，返去大垣站，轉乘養老鐵路前往養老站，車程約30分鐘。喺養老站步行約15分鐘就會去到目的地養老天命反轉地。呢一個樂園係由藝術家方川修作同埋佢嘅伴侶共同製作而成嘅，裏邊有大大小小唔同奇特嘅展示區，可以體驗獨一無二嘅體感裝置藝術迷宮。開放時間係朝頭早9點至下午5點，成人票價係700日元。園外嘅區域係免費嘅，係好大嘅養老公園，仲有大量嘅櫻花樹，有一啲嘅居民都係喺樹下度賞櫻休息，真係好適合喺呢度放空賞花。黃昏回程坐返養老鐵路去到桑名站，轉乘 JR 去長島站，再搭呢一個接駁巴士就會去到名花之里，車程共約80分鐘。名花之里係名古屋著名嘅景點之一，佔地面積達300萬平方公米嘅廣闊土地上邊，春天有櫻花，夏天有紫陽花、菖蒲花，秋天有波斯菊、大麗花等等。喺晚上去更加可以睇到夜景、燈海同埋光影表演。開放時間係朝頭早9點至下午9點，成人票價係1600日元，票價亦都包含咗原來使用嘅代金券1000日元，可以用嚟買手信或者係喺餐廳裏邊食嘢嘅。晚上嘅住宿就可以安排喺附近嘅長島溫泉或者係返去名古屋。旅程嚟到最後2日，一早先去參觀名古屋城。名古屋城唔單止擁有裝飾喺樓頂正脊兩端嘅由黃金打造嘅金庫，更係有號稱日本史上最大建築面積嘅大天守、絢麗豪華嘅本院御殿，另外仲具備加固防守嘅要塞功能。喺咁多嘅城堡裏邊，富有盛名嘅名古屋城榮登首位，被指定為國寶。開放時間係朝頭早9點至下午4點，成人票價為500日元。城旁亦都係仲有好多櫻花樹，沿路亦都有唔同嘅小食攤檔。中午預約品嚐人形丁金拌和牛壽喜燒，呢間店鋪係每次嚟到日本，如果沿路有分店嘅，我都會食嘅。佢既係可以上網預約，好食，亦都有專人即場煮，唔會浪費咗食材。午餐過後就可以喺名古屋市中心購物，方便夜晚返到酒店收好行李，預備最後1日嘅行程。最後1日朝頭早乘搭名古屋鐵道前往犬山城，車程約30分鐘。犬山城一帶四季風光變化萬千，春天有櫻花，秋天有紅葉。喺城下町可以着住浴衣行街品嚐小食。呢次更係遇上咗犬山祭，係名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天守開放時間係朝頭早9點至下午5點，成人票價係550日元。4樓嘅屋外環繞住一圈外廊同埋欄杆，
喺名列國寶嘅5座城池之中，唯獨犬山城係可以步出外廊，將周圍360度嘅景色盡收眼底。最後一個景點係名古屋港水族館。乘搭名古屋鐵道由犬山城前往，車程約45分鐘。開放時間係朝頭早9點半至下午5點半，成人票價為2030日元。館內除咗有唔同嘅海洋生物觀賞之外，亦都有表演同餵食時間。水族館亦都係名古屋港花園碼頭嘅設施之一。花園碼頭仲設有展望室、海洋博物館、南極觀測船、餐飲設施等等，但係今次就冇預留好多嘅時間，希望下次可以行一行啦。睇完水族館就係時候去機場啦，呢一趟旅行亦都就此結束啦。